大家好，今日我哋要介紹雜糧飯，連美國嘅營養師都覺得好神奇啊！我哋點解可以控糖控得咁好呢？超市度大家可以揾到唔同嘅牌子，唔同嘅牌子有唔同嘅粗糧配搭。豆類多啲嘅口感會軟啲腍啲，做糯米多啲嘅會煙韌啲同埋硬啲。我揀嘅呢兩包都係叫七穀米，即係有7種唔同嘅粗糧。一餐飯一個人需要50克，大概4分1杯，好似洗普通米咁洗乾淨。第一種做法係用高壓煲煮，米同水嘅比例1:2，加2分1杯嘅水，定時3個鐘頭之後，高壓8分鐘，自然泄氣。呢一種做法嘅口感係最腍嘅，跟住就係最快嘅做法啦。同樣都係用高壓煲煮，高壓35分鐘，比之前嘅做法口感硬啲。如果冇高壓煲，我哋都可以用電飯煲煮，不過呢，要俾多啲水，1:3，所以1/4嘅雜糧，我哋需要3/4杯嘅水。選擇雜糧嘅模式，大概1個鐘頭到就會煮好啦。口感呢係咁多種方法裏邊最硬嘅一種。第4種方法，同樣用電飯煲煮，米同水嘅比例係1:3，雜糧模式，延時3個鐘，大概4個鐘頭之後就煮好啦。口感呢同高壓煲煮35分鐘嘅差唔多。請大家留言你哋鍾意嘅牌子嘅雜糧。